来看咱的前驻日本代表，也阁有总统副主任这个谢长廷，暂时正式来接任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会长。伊表示讲，目前这台日关系正密切，伊会继续拍拼，甲台日友好提升做共同体关系。台日关系在这个前辈各任会长的努力下，其实现在都非常好，而且是一个善的循环。那我们要把这个善的循环扩大，把这个友好深化为共同体的关系就是说盛衰荣枯以后，那一荣俱荣，一枯尽枯，在经济上的繁荣共同体，也是安全上的和平。前会长苏家全卸任，谢长廷暂时正式来接任台日协会的会长。谢长廷表示讲，伊做驻日代表8冬外，真了解到台日交流的问题甲困难，希望未来透过外交部也阁改斗3工，将台日的关系扩大做世界和平的模范。